中共对8月开始就在台海附近安排真侪海警也有军舰，咱的海巡署呢是用1对1的方式专程监控。中国海警船有9只，一直到今仔日半暝啊才来离开。咱的参谋总长梅家苏昨夜去到国防部应变中心，统领解除国级应变中心开设，这代表中共大规模军演活动告一段落。国防部今仔日也公开国军演练，甚至是这监控到中共军舰的画面。 在海上正无好情形之下，海巡人员提调下，注意伫平衡监控中共海警船的结案舰，双方伫上近就一海里气氛紧张。中共初告开始伫台海周边部署9只海警船，海巡专程应变，无互对方进入禁盘制水域内底，一直到13透早全部离开。 日本防卫省也公布，整合6只中国海军舰艇穿过沖縄湾本岛甲宫古岛之间的海域，登去东海。参谋总长梅家苏12去国防部应变中心统领解读，各级开设，代表中共大规模军演活动结束。国防部了后公开，海陆空军执行实际演练，甲国军第一时间监控强大的海空画面。 在屏东潮州空港场这2天例行山训，是13空运出机为空中飞过规排线边跳落来轻过路民众眼光。虽然共军这摆无宣布军演，不过美国在台协会指出，听到已经甲过去大型军演规模同款，不过不认为是针对赖清德总统进前错放过境，佮呼吁中国避免任何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挑战行为。中国国防部回应，是毋是举行什么时阵举行演习，由共军自身需要甲斗争形式自主。 We need to be clear-eyed about China's ambitions. China is bullying Taiwan and pursuing access to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in ways that could cripple our societies. 新政界不断宣扬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伫礼拜公开讲话，警示北约爱看清中国的野心，要求中国咧加强军备霸凌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